年輕一代自然就會淘汰佢。背後嘅原因係咩呢？因為消費時代唔同啦，需求完全變晒。而家大灣區超一線城市已經進入第5消費時代，香港年輕一代嘅消費直極供需，早就唔興為咗面子消費。香港樓價排全球第一，去到平均21萬每方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，越嚟越多嘅年輕人開始叫美團外賣。香港嘅訂餐渠道俾美團絕戶，靠騎手補貼瘋狂搶客，傳統電話訂餐嗰套完全冇得撈。仲有喺香港超單身主義嘅當下，香港未婚人數超過57%，中意享受型消費。而家啲茶餐廳又悶又貴，點比得上北上消費新鮮又抵玩啊？當然唔係所有老字號都喺度等執笠。心仔記喺香港做唔落，轉頭殺過深圳開店，靠住冰鎮鮑魚加免費檸檬水，價錢又平過香港嘅2-3成。短短2個月嘅時間即時衝上羅湖餐飲人氣榜第2。所以唔係冇市場關鍵係要睇得明年輕人嘅需求，平衡性價比同埋情緒價值。講真嗰句，見到香港啲老字號一間間執笠，難免覺得唏噓。但一個時代從嚟都唔會因為情懷而留得住。香港茶餐廳嘅困境，講到底係跟唔上消費轉變。無論係幾十年嘅老店，定係新起步嘅品牌，只有明白客人嘅需求，做到抵食有 feel，先可以留得低。呢一場唔只係餐飲嘅洗牌，更加係提醒我哋所有人，個世界日日喺度變，要識得順住個勢，貼住個需求，先可以喺風浪中企得穩。你話係唔係？記得乜低轉發俾你身邊嘅老友。